后来为着要来解决到这个疫苗供货甲未来可能就要参战来自第三剂这个问题，台大病院、中家病院等等，拢来投入到无共抢排的疫苗参战的试验。进度上紧的是台大病院所做的 AZ 参莫德纳，已经来完成到初步的试验，讲这个抗体表现比两剂 AZ 更较好。唔管做 AZ、莫德纳、BNT 也是国产疫苗，台湾新冠疫苗愈来愈充足。不过嘛，面对交会时间无同，爱蓝咧做的状况，国内各大病院嘛展开蓝咧做的研究。台大病院目前已经完成 AZ 加莫德纳蓝咧做试验修案，进度上紧。初步看起来，抗体表现比两剂 AZ 效果更较好，和国外 AZ 加 BNT 蓝咧做的保护力数据相当。蓝咧做的试验，佮包括莫德纳蓝高端完整的结果月底会出来。另外，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委员李炳英教授主持的疾管署委托计划修案嘛完成，包括高端蓝 BNT 和 AZ 蓝 BNT， 大约3个月了后会有结果。腺病毒是一个活性减毒疫苗，我认为它可能在打第1剂以后才会产生腺病毒抗体，会使得第2剂的活性的腺病毒疫苗效果稍微差一点，所以你第2剂如果用其他的平台，它的效果都会比打2剂 AZ 疫苗来得高一点点。我们还是要先满足实际上需要的人，先把这一部分就是说同一剂的先满足了。虽然指挥中心的政策要是以两剂相同的疫苗为主，不过要是要先做研究。中家病院嘛投入2组疫苗进行试验，包括 AZ 加高端和 AZ 加莫德纳，顶个月已经修案完成，嘛陆续来验抗体。玻璃通病院是展开第3剂高端疫苗试验。有先期的那个1、2剂的混打的研究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说，第3剂的话，可能不必那么局限于厂牌的选择。李炳英教授嘛讲，指挥中心已经买真济莫德纳疫苗，明年蓝咧做的可能性真悬，会继续监测受试者体内的中和抗体效果，透过无共试验解决疫苗供货问题。